继续来看台北市的大安区发生着凶杀案，一个有敌联邦背景的嫌犯，昨日暗甲朋友咧啉酒，尾伊的阿姊甲姊夫来要甲借钱，双方爆发着冲突。这个嫌犯竟然是拿刀来刺杀伊的姐夫，甲姐夫杀死了。这牛仔来刺杀着姐夫，讲是为了要替阿姊来出气，妨用杀人罪申请收押。酒店头前穿白衫的查甫人气噗噗大声咧喝酒，向家己阿姊甲姊夫呛声，无顾阿姊甲朋友的阻挡，了后竟然摕手头的刀仔对姊夫攻击，粗残夺命。边啊哭诶！你边啊哭诶！救护人员到场的时，男子已经无性命现象，送医了后原来是救无我。边仔临死嫌犯烫赤脚，规身躯酒味，当下阁想要活去，就互人阻挡。昨日暗时9点外，临死嫌犯原本甲朋友伫咧台北市大安区中孝东路礼服店食烧酒，到半暝2点外，阿姊甲姊夫出现来借钱，想袂到煞发生悲剧。警方接到通报，临死嫌犯讲不满姊夫长期对阿姊不忠，态度古歹，讲是替阿姊出气才来下手。若阿姊是讲因为经济状况向小弟借钱，煞互对方骂，甲翁婿要离开的时，小弟竟然立出来下手，双方对动机的讲法明显无共款。因酒后发生口角冲突，林兰进而持折叠刀刺向陈兰，导致陈兰左胸及左侧背部受伤，并于4点17分因伤重宣告不治死亡。临死嫌犯涉犯杀人罪，向移送地检侦办，检方申请羁押禁见。上车的时，阁看镜头，敢若无要无紧。若伊嘛是伫咧10年前信义太警察案的共犯之一。当年被判7个月，出监了后，阁自称做新中山联名。这几年涉入坐行诈欺、妨害自由、强盗案件，前科了了。即嘛阁犯杀人等罪，落尾拢是要面对法律的制裁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